馬竇福音第16章第1至4節，佢顯天上徵兆。法利賽人同撒杜塞人為試探耶穌，前來求佢俾佢哋顯一個來自天上嘅徵兆。耶穌回答佢哋話：到咗晚上，你哋話天色發紅，必要放晴；早上天色又紅又黑，你哋話今日必有風雨。你哋知道辨別天象，卻不能辨別時期嘅徵兆。邪惡淫亂嘅世代要求徵兆，但除咗約納先知嘅徵兆外，必唔俾佢其他嘅徵兆。耶穌遂離開佢哋走咗。第5至12節，提防法利賽人嘅酵母。門徒往對岸去嘅時候，忘記咗帶餅，耶穌就對佢哋話：你哋應當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同撒杜塞人嘅酵母。佢哋便彼此議論話：因為我哋冇帶餅吧。耶穌知道咗就話：小信德嘅人，你哋點解竟彼此議論你哋冇帶餅呢？你哋仲唔明咩？你哋唔記得5個餅分俾5000人，你哋收拾咗幾筐？7個餅分俾4000人，你哋又收咗幾籃？怎麼你們不明白？我唔係指住餅向你哋講嘅呢？你哋應當防備法利賽人同埋撒杜塞人嘅酵母。佢哋呢一個先明白，耶穌唔係話防備餅嘅酵母，而係話防備法利賽人同撒杜塞人嘅教訓。第13至20節，立伯多祿為教會嘅磐石。耶穌來到咗斐理伯嘅凱撒勒雅境內，就問門徒話：啲人話人子係邊個？佢哋話有人話係洗者約翰，有人話係厄里亞，亦有人話係耶勒米亞或先知中嘅一位。耶穌對佢哋話：你哋話我係邊個？西滿伯多祿回答話：你係默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穌回答佢話：約納個仔西滿，你係有福噶，因為唔係肉同血啟示咗你，而係我在天之父。我再給你說，你係伯多祿，磐石。喺呢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嘅教會，陰間嘅門決不能戰勝佢。我要將天國嘅鎖匙交俾你，凡你喺地上所束縛嘅，喺天上亦都要被束縛；凡你喺地上所釋放嘅，喺天上亦都要被釋放。佢遂即嚴禁門徒，唔好對任何人講佢係默西亞。第21至23節，首次預言受難同復活。從嗰陣時起，耶穌就開始向門徒說明，佢必須上耶路撒冷去，要由長老、司祭長同經師們受到好多痛苦，並將被殺，但第3日要復活。伯多祿便拉耶穌到一邊，諫責佢話：主千萬不可，呢個事絕不會臨到你身上。耶穌轉身對伯多祿話：撒旦，退到我後面去，你係我嘅絆腳石，因為你所體會嘅唔係天主嘅事，而係人嘅事。第24至28節，背十字架嘅必要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話：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背住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我。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嘅性命，必要喪失性命；但誰若為我嘅緣故，喪失自己嘅性命，必要獲得性命。人縱然賺得咗全世界，卻賠上咗自己嘅靈魂，為佢有乜嘢益處？或者人仲能攞乜嘢作為自己靈魂嘅代價？因為將來人子要喺佢父嘅光榮中同佢嘅天使降來，嗰陣佢要按照每人嘅行為予以賞報。我實在告訴你哋，喺呢度嘅人中，就有啲人喺未嘗到死味以前，必要睇見人子嚟到自己嘅國內。